預備3、2、1。哇！點解咁犀利嘅咧？我試下可唔可以行到第7題 ，Eagle 3、2、1。你係搏佢哋唔夠膽做係嘛？好 ，OK， 做到。即係唔夠膽做呢個唔係一個 inappropriate 嘅 唔係啊，佢哋嗰個 core 眼冇咁勁啊，個 core 眼冇咁犀利。OK。好，咁嚟一題 soft 啲嘅壓軸題，睇下係咪全中啦。第8題你都有今日。3、2、1。哇！冇諗過8題咁多都係全中啊！我哋一齊俾掌聲4位嘅挑戰者，非常犀利。For information，呢個係嗰個太陽啦。哦 ，OK。因為你都有今日係有一個 emoji 代表，係一個太陽陰天，有少少雨。